港一個只有1100幾平方公里嘅彈丸之地，創造咗高教界嘅全球奇蹟。5間大學穩坐全球百強，令香港成為頂尖大學密度最高嘅城市。喺最新嘅 THE 排名，香港更加係全球唯一所有大學排名全線上升嘅地區。點解咁勁呢？秘密武器係超級國際化。我哋嘅大學喺 THE 排名嘅國際視野指標中，平均分接近90。政府當然把握住機會啦，全力推動留學香港品牌，成立專班嚟吸引全球精英。政府仲推出傑出創科學人計劃，直接將全球頂尖學者同成隊人馬吸引嚟香港。同時，非本地學生限額進一步由4成提升到5成。睇下對面歐美呢，仲喺度玩緊簽證，自己捉起路障嘅。香港憑住開放學術氛圍大搶人才。最新數據話你知，香港已經成為世界人才排名亞洲第一，全球第4。嚟緊仲有北都大學城，全世界嘅精英都知，想上位就要嚟香港。